结果一下。Yui, okay. 而且那个王老师说要照照看。是啊，不是照屁股，哈哈。每个先特写。你看他的屁股都面对我们啊。不知道，不要来。口麦戴好了吗？口麦，好。各位贵宾女士，太巴朗部落。And now, let us bring you to the Tai Balang tribe in Hualien County. 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族，约有14万多人。The Ame tribe is the most populous tribe of Taiwan Aborigines, with over 130,000 people that live in the eastern parts of Taiwan. 他们住在台湾的东部地区，分布范围北边到花莲的奇莱草原，南边到屏东的恒春半岛。目前在这个区域当中的阿美族人口占了全区人口的3%以上。住在这块狭长地区的阿美族，按照他们的地域、习俗、语言的差别，分成不同的族群。譬如说，中部阿美，包括海岸阿美、秀姑兰阿美；北部阿美，也就是南势阿美；南部阿美就是卑南阿美和恒春阿美等。阿美族人基本上保留着传统丰富的文化，他的部落社会、建筑、服饰、歌舞、祭典仪式或者是工艺，也都别具特色，在原住民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地位。And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 customs, and language, there are different clans in the Ame tribe. They all have a very rich culture,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dress, different dances, and sacrificial ceremonies. 阿美族的社会采群居的方式，在这个区块里面，他们有40多个大小的部落。传统的阿美族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母系社会，婚姻采用招赘的制度，除了子女从母姓之外，他们的财产和特殊的祭礼也都是母女相承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工商社会的变迁，这项传统逐渐的消失瓦解。In the Ame society, there live different groups, and females have a more important place in the society structure. However, such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given the advances made in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阿美族的部落里面有着非常严谨的
领的男子年龄阶级的组织，它的编制以年龄的长幼区分阶级，通常从15岁开始入籍，每30年编为1个级次。每个阶级的男子在部落里面有不同的义务和权利。在传统上，老年人负责下决策，中年人要执行，青年人要服务，少年人的任务就是学习。年龄越小，他所负担的劳务越重。这种男子年龄的阶级组织，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有相当强大的约束力量。这是部落社会的结构的中心，也是阿美族部落延续发展的根本。Men are divided into ranks according to age, and each rank has different rights and different obligations as well. And in this society of Ame tribe, the elders make the decision, while the younger ones serve. 阿美族是一个环保的族群，他们长期生长在山林之间，产生了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哲学。他们爱护森林，珍惜水资源，他们爱吃野菜，适量的捕捉野生动物，使大自然的资源能够世世代代的为子孙所利用。The Ame tribe places great emphasis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such activities are full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meanings. 阿美族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祭仪典礼的族群，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祭典就是丰年祭。丰年祭充满了原始宗教和民俗色彩，强调感恩不忘本、慎终追远、敬老尊贤、团结和谐，也借着歌舞同欢达到联谊、寓教于乐的目的。一般来说，阿美族的丰年祭每年是在7、8月之间举行的。但是因为每一个部落的时间和计算的日数不相同，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台湾东海岸地区各部落的丰年祭活动此起彼落，称得上是东海岸地区最富民族色彩的人文活动。And what you're witnessing here right now is a Ame festival. And usually the Ame festival is held in the month of July or August. 一般人由电视、报纸等媒体，往往对丰年祭的印象停留在歌舞的场面。有些人亲身参加了丰年祭，但是通常他只是加入了歌舞的行列，未曾进入文化的认知。所以有些人武断地认为丰年祭已经完全变质，不但不再有文化的特质，也已经沦为观光的取向。这个认为我们觉得是有待商榷的。The Ame tribe festival are divided into 5 categories: city life, health, joint festival, tradition, and variety. 事实上呢，由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目前的丰年祭有相当的变异性，而各种类型的丰年祭都具有文化特色，对阿美族来说也有不同的意义。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文化是活的，所以在90年代的今天，要求阿美族人举行真正的传统丰年祭没有意义，也不可能。事实上，阿美族人目前已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按照现实环境的条件来筹办丰年祭，所以每个地区会有不同类型的丰年祭，这个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丰年祭，对阿美族来说，不但是延续文化的方式，也是彰显这个族群的特色，表达族群认同的一个象征。今天，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接续前年的达悟礼赞、去年的泰雅风貌以后，我们选择以阿美族传统的方式作为文化祭的开幕典礼主轴。我们表达对阿美族这个族群的礼赞之外，也希望借由这样一场阿美的飨宴，让所有的朋友更深刻的来认识阿美族的文化。The festivals of the Ame tribe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the Ame culture is alive, while each region has its own festival.
The Ame Festival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Ame tradition. 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浪费面子。啊！公主，公主，公主。咦？那么近哦。下一个。南岛民族文化情2004年台北市原住民文化季开幕典礼，典礼开始。 And now we officially launch the 2004 Taipei Aboriginal Cultural Festival. 祖源祈福 Ancestral blessings. Yeah. 各位来宾，太白狼阿美文化艺术发展协会现在要演出的是主演祈福。在部落祖先的文化里，一定是要派一位非常青壮的年轻人来呼喊八外。喂，八盖。哦呀呀哦哎呀！各位主官，各位来宾，打巴路阿美族在新建基落聚会所的时候，每一户一定要派一位青年到山上来采黄藤，因为黄藤是新建聚会所必须用的材料。 所以我们用这次主演祈福的黄藤作为我们的开端。当年轻人从山上采黄藤之后，回到部落，就要新建一座聚会所。 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已经完成的聚会所。哇！前村部落的妇女夹道欢迎从山上采黄藤的年轻人，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来欢迎他们回来。 Everywhere, we're this number. 当部落新建完成聚会所的时候，部落一定会邀请巫师以及我们的头目。头目是在我们部落的精神领袖，巫师来向上苍做祈福的仪式。我们太白狼阿美族
传统的服饰，头目是红色系列的，巫师是黑色系列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头目要做2004年台北市原住民文化季的系列活动的开幕，做一个整体的祈福。在歌词的吟唱中，头目向上苍祈求。这个时候是吟唱者在他的歌词当中，用最神圣的来祈求我们的祖先来降福这次的文化季的开幕。透过我们的精神领袖头目以及巫师的祈求上唱的歌词当中，当然这次我们的南岛民族文化节的开幕能够顺利成功。当头目在他的歌词祈求当中结束之后，我们的巫师为了感谢上苍能够以及我们的祖先能够在这次的展演当中共襄盛举，因此我们的巫师用最传统的方式，米酒喷在我们各位来宾的面前，表示最高的祝福。他们也引用我们阿美族酿造的糯米来感谢我们的祖先。现在我们的巫师是将我们的祖先在呼唤，希望你们祖先能够降临到这个场地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庆祝福。因为巫师，他现在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呼喊我们祖先的名字。他在呼喊祖先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祖先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阿妈。在我们部落请巫师来施法的时候，是我们最神圣、最庄严的仪式。
故事继续包含着我们的祖先。哦哟，嗨呀，哦呀，嗨呀，哦嗨呀，喂哈，哦。当我们的头目祭司做主演祈福的结束之后，田村部落的妇女以及青年，大家都手牵手来庆祝我们这次的活动。现在象征着部落在我们的集会所的广场里面做一个最高的欢呼以及红欢唱。在我们的青年当中，我们的牧师用啤酒、用槟榔、用自己酿造的糙米以及完成的糯米饭，来敬我们的祖先，并表示感谢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那么优秀的文化。各位长官、各位来宾，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用自己酿造的糙米、糯米、槟榔来敬畏我们的祖先。各位来宾、各位长官，请看，当年轻人到山上采黄藤之后，夹成一片一片的，作为我们新建一座聚会所的各种的材料。我们的草屋、我们的聚会所，完完全全是用黄藤削成一片片而制成的聚会所。好的，大哥哥。各位来宾、各位长官，我们的精神领袖头目，带着我们的勇士，领着我们的妇女，作为一个全体在部落中间，作为一个最后的祝福。用歌声，用舞姿，手牵手，表示我们的团结以及和谐。
带着我们的勇士，在各位长官以及各位来宾的面前做最后的感谢，并做最崇高的敬意。感谢各位长官、各位来宾的欣赏。好的，走喽，好朋友，大家们加油喽！祝福各位长官、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用手牵手，用清唱的方式载歌载舞，向各位长官各位面前这个手牵手，大家心连心，团结和谐。谢谢各位的欣赏。各位亲爱的长官、各位贵宾、女士、先生，刚才为您为我们所带来的2004年台北市原住民文化季开幕典礼祈福的是来自花莲县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阿美族人。我们再一次谢谢这个在台湾原住民当中占第一大位、人口14万多人的阿美族的太巴朗部落。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was the opening ceremony. 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嘿嘿，完蛋了这，很美丽，很美丽。照一张，这边照一下。有一只跑。等着。个电来个阿妈。我rumah guna makan Kamu ikut sana.
在在舞台上为您表演的是来自花莲县光复乡泰巴朗部落阿美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他们的领队呢就是花莲县原住民行政局的林正仪局长。但是林局长因为今天有重要的会议，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特别交代我们说，要跟在会的各位贵宾致意，他非常想念你们在台北市原民会的时候承蒙各位朋友、各位长官的照顾，现在回到他的故乡花莲县去，他去服务他的乡亲们。那么他们今天带团来的是他们的长老李建辉先生，他们的团长是王信元先生，副团长是林秀兰女士、杨阿雀女士，他们的音乐指导是王兆福老师。同时他也是他们今天整个表演的策划人王兆福老师。在我的左手边，请跟我们的观众致意一下。他说他是3年级的，我以为他是这样子的，60岁了，马公几位瓦流。所以，亲爱的朋友，文明有先后，文化没有高低。这是我在每一场的演出当中，我一直要跟朋友分享的。我们的王老师跟我说，在场演出的台上的这些美女们，她们都是2年级，相信吗？我不太相信。好，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哈！2年级还有这么美好的演出，这么窈窕的身材，优美的歌声，真的是上天丰富的恩赐。要不要照相啊？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阿美族的原生。心好，他们也能唱歌；心情不好也能唱歌。我看到那个万华区黄科长在点头了哈，他很认同我的介绍。那么他们个人的心情啦，包括时事啦，他们都可以在歌声当中去传达他们的悲欢喜乐。这个在台湾的原住民当中，几乎每一个族群都当中，唯一一个不会跳舞的族群是哪一个族？您知道吗？泰雅族。不知道啊，我告诉您。哎，就是刚才站起来举手那不会跳舞的族群，就是布农族。这个我们当中的林秋英委员啊，他不太承认哈，他站起来秀了一下，耶，2步向右跨2步。好，秋英委员示范一下报战功，好吧？面向我们的观众示范一下。哎，这就是布农族的报战功。所以布农族呢，基本上来讲，他们很羡慕阿美族。所以我看到过很多文化艺术团的团员里面，我讲真的，我真的看不到布农族，不知道跟天仙的体型或是他们腿的长度，有点差别哈。待会儿林春英委员不要骂我。不相信。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哈，如果说您是原住民，那不要回答啊。台湾唯一一个居住在外岛海外的原住民族是哪一个族？有人知道吗？
如果有人知道答对的话，待会儿可以跟我们的活动主办人卜红秀英女士劝她答对了。等下要跳那个大会舞，他们会。卖家兄弟，你要我的音量有一点那个类似过的，我感觉的歌手啊，自由啊。好，您看到来自花莲县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爸爸妈妈啊、阿公阿嬷啊、那个阿姨姐姐们，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这一个最后的节目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朋友，您听到了，是大家，不是他们哦。所以我们欢迎您，你也站起来，舞动您的双手，迈出您的脚步。也跟他们一起唱歌。如果说待会儿他们到台下邀请你们的时候，请不要害羞说我没跳啦，不要躲到那个中山堂里面去，请你站起来，勇敢接受他们的邀请，好不好？好的话，给我一个热烈掌声。啊，你们都鼓掌了，我看到了，谢谢你们。族群，那么这个当中呢，还没有包括为数相当多的平埔族。平埔族族群当中呢，还可以再细分成21个族群。平埔族群的代表在我的左手边，我们的潘基阳委员，他是平埔族。其实严格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分父系或母系的算法的话，台湾的朋友有70%的人有平埔。一个人都是当那个是陈月珠老师吗？华爱委员，您不可以在那边啊，您是那个。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台湾的原住民当中，阿美族呢，他们有高亢的歌声、精湛的舞步；卑南族有严谨的男子旗会所制度，还有美丽的花环。您看到我们今天都为我们主持的李建光。李导播、李主播，他穿的衣服就是卑南族的衣服。这个鲜花头饰是象征着卑南族的热情。泰雅族呢，他们有美丽的纹路和精湛的织布艺术。泰雅族呢，今年又有一个德利克族从当中分出来了，因为他们的语言相符。那么塞夏族呢，他们有严谨而庄重的祭仪呀，但是尽量的不要去打搅他们，它是一个很严谨、很庄重的仪式。布农族呢，跟邹族，他们都有高超的狩猎技巧。那邹族他们的和声达你宽爱，布农族有举世闻名的8部合一。这个在目前的考试当中，全世界只有布农族会唱这个8部合一。连我学音乐的我都没有办法学会唱这个东西。接下来呢，台湾族他们有美丽的刺绣、琉璃珠，还有精湛的雕刻艺术。台湾族的雕刻是有阶级的，如果说您是平民的话，那你的门楣上就不能雕刻上贵族的那个服饰。那卢凯族呢，他们的服饰跟台湾族非常的相近。同时，他们有一个凄美的巴冷公主传说的爱情故事。听说在电脑电脑上面也已经发展出电动玩具，也有巴冷公主了。那么少族呢，300多个人在日月潭一带的少族呢，虽然人口非常少，他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少的一个族群，但是他们保有全世界独2的楚乐。楚乐全世界只有2个族群会，一个就是台湾的布农族，一个就是台湾的少族。这是在日月潭，台中日月潭的少族。最后要为您所介绍的是在台东外海49海里的达悟族。如果你要到兰屿观光，您从台中机场小飞机20分钟就可以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达悟族呢，族人他们很不喜欢现代的东西，以前他们是都市，他们常常把它偷了养人子。
哎呦！而且说也民众要这个地方还保有地下屋，所以如果您要是去保护男女观光的话，我建议您千万不要错过男女，那这是一个重要的桃园。所以最主要的是拼板舟，它的船这个拼板舟要用20尺。udah mau kadang mati hana belum mahai kadang belum mahai mati ni ban kakanin China satu kurai para ko bahnak China ra okay para to hau hai to bali wa hata bisa gero要招手啊！阿光招手。拜拜。有人说你好。小姐爸爸。啊？你怎么又跟我们回来？反正你们有活动，就是我会出现，就是。啊，招手。姐姐阿姨他们在嘛，先照把他们照起来。郑王父、郑老师、你都。Madu Vitaci.妈妈那边。啊，没关系。哎，要招手啊，阿姨。这郑王父老师，你都高头。阿姨这边呢。mana cabai orang? Terus orang tahu. Terus saya kalau kurang terus kurang sana hewan. Dia basuran kurang hewan. Alabin tu kami patison. Alabina minta patison memang maksudnya jadi. Ini ulah cipun. mau kumata kahai no. 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学会了拿爱吼，那我们也学会了布拉，那个就是北京话。刚才呢，因为我们时间行程有点那并不是很清楚，说各位已经都盛装以待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团员呢，他们也觉得说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他们也很急着呢，在那个车上换衣服。那我就先给各位介绍一下斐济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斐济这个国家哈，斐济共和国，那个它是在南太平洋的澳洲的东边，跟纽西兰的上面。所以呢，基本上斐济从我们前一阵子的交流里面我们看出来，斐济呢跟很多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尤其是台湾族哦，据说他们在过去几天的交流里面，很多语言都相通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在马泰安那边呢，有看那个阿美族的一些部落的父老的表演。那我们的酋长呢，他刚才就特别提到说，那个表演舞蹈的内容哦，很像在斐济的一个部落的表演。那我想可能都是因为来自海岛的国家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不管是在语言上面，或者是在舞蹈方面，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甚至于这个迎宾仪式哦，在斐济呢有一个Kava ceremony， 那个就是他们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欢迎的仪式呢，也就像各位这样子哦，就是说所有村落里的父老，然后加上酋长，还有酋长的发言人呢，为整个从村落里面出来欢迎那个来拜访的贵宾。那其中呢，像我们在前一阵子哦，有看到的就是谢谢。第3个掌声，我们献给我们在地的先言杨德基议员，阿里阿多杨议员。第4个掌声，特别邀请到我们光复乡公所的光复乡的大家长林乡长，谢谢。还有我们郑文光科长，再特别介绍一下我县政府的长官啊，现在是副局长蔡副局长，还有他的夫人，还有就是我最欣赏的我们林科长在那里，喊一下有没有很漂亮？很漂亮哦，目前只有28岁，很好用。我很难用，会哈嗨。他最喜欢唱的歌，他说我很耐用，会哈嗨。要记得。好，下一个掌声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头目跟副头目，王副头目到这，谢谢，辛苦你们。今天我们的活动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王副头目，还有我们4村的村长，干没人干嘛son就。罗村长、陈村长、吴村长，谢谢。还有我们蔡登柱，这是第9个掌声哦，他们帮你的。那最后一个掌声，所有我不认识的，全部自己掌声鼓励，太棒了！好，赵小姐在哪里？现在我们就要跳迎宾舞给酋长看。跳完这首再讲话，我们会比较干净。Hai, Nado sa tahaw, adi handa ko kujingkay nimita misa tapalungay. Panununga ho nimita. That's
觉了。掌声好不好？看看会不会很响亮？哎呦呦呦呦！哎呀，谢谢你们的合作，要一个掌声就可以了。加油加油加油！哎，真的很像哦，赵小姐，看一下。Terus ketawa ni. Ketawa. Terus. Oh, dulu.
在
不敢放多点子，嘿嘿嘿呀哈。节目还有多长？还很长，还很长，1个小时吧。这个要跳1个小时，是不是？
各位嘉宾，现在的表演即将落幕，希望各位。大会报告：参加青少年手直击比赛的同学，赶快检录啊！现在开始检录啊！检录过的同学选手也准备要飞行，请到那个手直击报到处集合。另外，青少年水火箭直演比赛的同学，请带着自己的火箭到水火箭报名处、报到处检录。谢谢。掌声鼓励 ，Uncle Uncle。对，加油，给大家，你坐好。痴痴的等到现在，还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场面，谢谢。
再次。Yes.